请点灯师慈悲前到一躬，坤到一躬，请坐下。哦，点灯师了吗？点灯师晚安。今年讲这疫情今这算头一班咱头一班就来学习着这个幼稚童经这个是上天慈悲啦，咱的祖师风祖尊师母的大德，甲咱前人的五代人生的甲咱前人、父前人，然后发个栽培，才有这因缘父前人做慈悲，先学习这个《六祖坛经》，拄甲咱分享讲。《六祖坛经》这套呢是大乘法义，就是呢，伊咧引导每一字所讲的，就是要互咱如何去发觉到咱家己本身的自性，伊自性伫咱体用用咱的智慧伫咱行持的当中，袂互咱去做业做罪。所以呢，咱今仔日呢，咱讲到第6品因为咱父亲人慈悲，这咱一直讲来到第6品，讲到今仔日呢，咱还187点开始讲啦等下搁由咱父亲来讲。其实这嘛爱感恩因为伊要互学习，因为呢，这套经就是开宗明义伫头开宗明义就甲咱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初心立了成佛。就是开始，就是甲咱讲啦就是讲，伫咧家己当中，你要了解到你家己本身有一个自性，就先甲你觉，就是觉，你了解你家己本身有一个自性，甚至本来清净。什么叫做清净？清就是一定不了，净就是万年放下，无去染着。你的自性是呢，足清净的，但用初心，就是你要用你这个灵明的本性，你的心就是妙心毋是咱在讲心咱即有当时间是咱用咱的色心，用咱的妄心来处理代志，毋是用咱的妙心，用咱对咱自性中出来的心。所以讲，但用初心，然后立了成佛，日头了开宗明义是安尼讲。所以这套经就是大乘法义，真要互咱契入到伊的本性，真正会当呢，互咱回归到咱的本位。咱今仔日了了天恩事着，咱来开智慧，一声就互咱明思一指，就是互咱见性。咱见性呢，咱知影咱是佛，但是咱已经念足足济咱来看本文，又怎么讲？善知识，发心丰富，就是讲呢，像头仔讲甲咱慈悲，甲咱分享讲咱来开智慧，一声就甲咱讲，咱本来就普遍了发心，就是佛性，念念自性自见，这是二成佛。就是咱那个念呢，咱知影咱有一个佛性但是咱的念头呢，伫自性中呢，咱进前咱父亲人甲咱。迄个慈悲讲内底迄个发心佛内底，发心佛内底咱有足济无好的心，咱就是本来咱自性是清净的拄好讲菩提的自性本来清净但是咱内底有足济无好的心，所以甲你讲念念自性，就是你的念拢爱啥物？拢爱清净念，咱有妄念呢。所以咱有妄念，所以经过典来讲，应如是处，如是行互其心，伫咱的起心动念，伫迄个当中，你所起来心是啥物心？你当下爱足清楚。所以来讲，念念自性，你伫迄个当中，你所念起来，你家己是你自性中你所念起来，咱看到景有当时咱去启动无好的心呢，所以来讲，你去启动啥物心？咱自性是清净的但是咱见景的时阵，有当咧起着歹的心呢，所以讲自见即是报
成分。咱了解了后，咱家己爱去，咱像我讲，无好心，咱开始要安怎？就是呢，念呢，开始呢，对报身思量，这是化身，或者是三身吼，对对发身，报身了到化身吼，所以讲自我、自修、自性、功德。自我就是讲，咱已经体悟，咱家己有一个佛性。然后呢，要自修，拄我咱讲的，咱本来咱的自性是完美的，但是咱来甲咱讲佛，各位浅显，咱敢是佛，相信咱看到佛是讲但是咱肯定哦，咱是就是佛。所以你看迄个《六祖坛经》开宗明义里头来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要初心定了成佛。就是讲，咱若知影即个，你自修、自性功德，你著去修啊。因为咱无好啊，咱已经力量从咱今仔日后咧整理不断啊。过年甲这几个月，三四个月咧，敢知？迄涂刷粉，安尼都毋是讲今仔整理呢，进前咱若初十五还是迄个拢搁咧整理呢，嘛是灰尘一堆。哦，啊，家己分享讲你看，安尼搁有咧整理灰尘一堆，啊，咱呢流浪呢吼。好甲咱讲啊，讲咱流浪生死偌久啊，其实吼毋命啦。咱同杰神拢来甲咱慈悲讲的，讲吼已经混沌足侪届，看过吼7届的混沌啊。啊，你看，咱拢一届来一届来，拢已经迷昧呀。所以讲自我，互咱即世，咱才能有因缘，只要咱拄好上天慈悲，互咱先了解着，然后咱来自修。就是爱着修啊，咱无圆满啊，咱就是无圆满啊。咱若要到圆满，吼，咱就要修啊，就是无圆满，所以咱爱修啊，修安怎？自性功德，因为功德就是伫发心中哦，毋是伫外口咧哦，是伫咱个心里。咱所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互咱了解咱家己有一个佛性，然后呢，伫咱自性中，咱看到外在一切，咱无分别。咱是善分别哦，毋是讲咱无伫咧自性当中，你知影足清楚，但是你对人对事，你无迄个分别心，吼，所以开个啥？真归依，这真正是啥？归依到你的自性体啦，毋是归依伫外口。所以呢，吼，伊在甲咱讲啊，吼，披露吼，用老变讲台语怎样讲？会嘛吼？花嘛是色心啊吼，色心是彩色啦吼，不见归依呀。就是讲咱这个色心呢，这身躯啦吼，是呢吼，咱讲水火风土四大结合的。这个古早人讲的啦，正土行土。另外啊，这个身躯是向上天照的呢。什么时阵要倒去吼？咱敢知影？我毋知啦。所以呢，这是甲上天做的呢。你若好好啊用较久的，吼，你当然当了完较久的。你若学白较久，到尾毋是无用的，吼。所以这个袂当叫做归依，这个只是由咱安怎去甲咱讲，照假修真。因为照这个身躯来要修安怎？修咱的自性吼圆满吼圆满。其实咱自性本来就足圆满的，只是讲咱的力量啊。所以爱赶快无好用去除掉啊，吼。就拄仔讲善知识。善知识呢，什么叫做善知识？就是讲，先呢先了解家己本身一个真心，识知你家己有一个佛性，这是咧讲咱家己哦。你要讲到外口讲啦，咱来讲我若识知着兄弟姊妹众生会进去，然后才有法度去用迄个法门来引导伊一条啥回天之路。各位请选，咱即个是安尼啊。咱就是对导咱家己，导咱家己自心的众生，就是咱爱搁了解一寡佛理，吼，咱才有法度去甲咱无好的物件去除掉啊，吼，啊去除掉了，互咱的自性光明，然后咱就安尼咧度化着外在咱的兄弟姊妹，就是咱父亲的同款，伊就是才有迄个智慧啊，所以就是善知识啊，所以人有句话讲，依君吼讲一个话吼。信托是件事啦，所以你看，咱有讲吼，《六祖坛经》拢讲善知识，伊是咧鼓励安怎？
从善知识，就是讲，知影家己的真心，而且佮了解家己有这个心，然后佮爱呢去度化众生。哦，因为安尼度化众生，一定爱了解一个法门啊。因为众生的根基咱唔知影，所以咱一定爱去学习啊。哦，所以才来讲，但我自性三清，即识自性佛。如果你若要讲体悟到呢自性三清，就是法身佛，吼，自性清净法身佛，圆满报身佛，千百亿大身佛，这三身其实呢，就是咱的自性中所研发出来。吼，伊讲我有一无上颂呢，吼，你六灵上持呢，上持就是讲你了解到迄个内底意思，佮会当持，就是意念不忘，记伫咧心中去实行哦。如果你若是讲了解到来，去了解第文字，无真正落实伫你的心性中去做的话，哦，毋是像伊讲的讲诵词，诵就是讲你去了解第意思，而且讲持意念不忘去实行。言下吼，言下就是讲当下，当下会当互使你吼所执的极袂多一时消灭，吼。咱即马吼，再来看下吼，咱连他无用错会记啊。哦，比如讲上低的，我对伊显到吼较陌生啊吼。咱来即马来看即句诗啦吼，颂啦吼。无相颂吼，伫迄个六字吼，有讲足侪无相颂。各位先生，咱若有迄个认识，咱有当时啊吼爱教一寡吼有闲啊，看一寡经书，我袂歹，会当充实着咱的讲迄啥内在吼，互咱了解着哦，原来圣人所讲的即个话就是安尼吼。伊讲颂曰：美人修福不修道，知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原来做。你将修福欲会做，菩萨得福最完赞。但向心中拄最悬，各自性中真忏悔。哦，又是大声的人讲美人就是讲袂卖的人呢，吼，就是讲无够智慧的人呢，伊修福去做福啦，去修道啦。哦，只见修福便是道，伊去布施啦，吼，伊就去做一寡福报的物件。伊讲安尼，我就是吼，就是咧修道。伊毋知影讲修道，咱常常听咱先佛咧讲，修道就是修啥？修心嘛，敢是？各位真人，修道咱是修心。所以呢，你将福就是呢有福报的物件，这无究竟。因为伊下面就甲讲，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原来做。虽然你修足济，做足济福报，供养足济。但是，迄拢是呢有漏的福，毋是真正的究竟法啊！吼，因为安怎讲？你心中三恶原来做，就是咱心中的三恶是啥物？各位真的，咱心中的三恶啥物？哦，对啦，咱心中的三恶就是贪、嗔、痴。啊，先咧甲咱讲，贪、嗔、痴就是地狱的三条根。所以咱无甲迄个罪缘吼去除掉，所以讲吼，年终受福就袂多。一般的人呢，就想讲我做足大福报，那安尼我若有罪吼，我甲即个福，我甲烧拄啦，人讲烧拄无过啦。但是呢，圣人来讲讲，后世得福最还财，就是讲呢，你虽然后世你有做福，当然有福报互你啊。但是你做恶嘛，爱接受着因果的审判，哦，这是公平嘛，吼。所以讲，后世得福最还财，就是讲吼，互咱啊，我定来分享讲吼，像咱迄个啥动物园有迄个啥，迄个熊猫猫熊啊，熊猫吼，熊猫迄你看有福报无？伊当时吼，伊要来咱台湾的时阵吼。伊坐迄种无人机是吼，专用的无人机呢。你看咱福报大无？各位真诶，咱若坐无人机吼，咱都毋敢坐，迄个讲吼商务舱诶，咱拢坐经济舱尔呢，因为商务舱计足贵诶呢。啊，你看伊要
甚至吼，伊伫讲，你有讲啥动物园吼，听讲吼，伊一年当吼开咱吼台湾的钱嘛开足济，但是伊嘛吼，把咱台湾趁足济。佮有人讲安怎呢？讲吼，忧郁症的，也是吼心情无好的，去吼动物园看即个熊猫啊吼，我看法心情就好个。我讲迄伊甲人变足大个，足大个迄个电啊，但是哦，伊是安怎讲？伊有做着哦，所以呢，伊后世得福济万载。伊虽然即世得了足济的福报，但是伊走位落去，畜生道去。各位请选，咱虽然无伊遐大个福报哦，但是咱爱庆幸哦，咱得着人心哦。咱虽然我有，人讲吼无业不转人嘛，咱虽然我有业，但是呢，咱讲投入人心，投入人心的时阵呢，咱都会当互咱修办。因咱若有修办，咱就修办，就讲有修，咱就有机会通恢复着咱的本分。咱的本分是啥物？咱的本位是啥物？就是粉嘛。咱的本位是安尼哦，所以太宗年里头，大用此心得了成佛，就是咱错用心哩，咱心去家用唔着，咱才无法度回归咱的本位，咱的本位。就是咱去用着，咱如果若用迄个咱真正是菩提心、清净心、妙心的话，是真正回归到咱本位。所以讲，万向心中度罪缘。所以咱若如果若当对咱的心中去度咱迄个呢贪嗔痴，迄个呢源头，就讲迄源头啦吼，长草爱除根嘛吼，如果迄根嘛无除吼，佫无法度去生起。所以咱即摆咧喊吼，咱咧上这六字坛经吼，叫做大成正法，迄个讲吼，正法诶，一头拢是咧讲到咱个心地诶法门诶，其实真正是要为咱诶内在内心去除咱无好诶物件咧，安尼才能互咱恢复咱清净诶本体咧吼。所以来讲，咱自信中真忏悔啦，咱每一个人，咱若要真正为咱诶心地当中去。真正来忏悔，哦，咱进前吼，进前咱六字遮吼，咱有是一个人吼，进前遮因是嘛，甲咱讲讲，头啊吼，伊就讲吼，先将真念金念去互念，念念搁白如白了，将前所有恶业无白定做世间忏悔观，你是消灭因不可去。哦，第四将真念金念去互念，念念搁白交互念。将前所有恶业标榜定对世界忏悔观，你是消灭永不可去。第四点，将真念金念去互念，念念搁被即道业。将前所有恶业即道定做世界忏悔观，你是消灭永不可去。这就是啥？自信中真正忏悔。但是咱忏拢忏到哪？伊后壁咱讲，咱是有忏着，但是咱无真正悔，悔就是啥？袂使搁还，按过咱就搁还。所以呢，咱就是安尼定定落去，真正就爱落实，落实到吼自性中的忏悔吼。这目前人吼，咱能够按自卑啦，这互我学习啦，因为这伊若讲2点钟就讲，吼，伊这拢属于大乘法理，所以呢，互我吼像我讲着皮毛爱赞的人，佮讲较深入，互我学习啦吼。普摩大乘真忏悔，诸邪行尽即无罪，学得常有自性观，即以自不动一类，无作为传出本法，可观见性同一体。欲当来日发心离事法上心中说，努力自见无悠悠，福念本作一世修，如无大乘得见性，谦恭合掌即修义。搁5分钟，其实这重要的啦，这其实大乘法理足重要啊吼，还是学习啦，因为互我要讲出着迄个吼大乘的物件，就是讲到心性的物件，就是爱家己真正体悟。因为呢，像咧咱会当咧学习着，互我做阵咧体悟，咱真正有够遐日仔性命着亲像咧，《金刚经》就讲吼。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情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所证诸善根，咱才有法度通闻到即个大乘法理哦。
因为这大乘法语呢，就是你爱真正体悟到你的本性，毋是一般遐会讲像拄仔讲去做实践安尼，毋是，因为迄都无法度达到究竟。上迄就是到明天如报尔，无真正无法度达到你真正究竟。要真正来究竟，就是一定爱了解你家己本身有一个清净法、自性法。你时时刻刻伫你念念，像拄仔讲念念，你的起心动念，因为咱即个你是咧念哦，但是伫清净念的出发点的时阵，出去的时阵，咱就无变。所以咱讲起心动念，无不是业。迄圣人讲啊，伊就是知影讲咱就是已经咧念念足深啊，所以呢，咱无法度时时咧去把握着咱迄个呢迄个，人讲就是有心嘛，真心嘛，所以呢，师父伫遐问讲，要安怎如何降落其心？咱迄个心知影，因我知影，迄个真心你要安怎降落掉诶？咱的讲啥？道海讲吼，应如是住，如是降落其心，就是你爱守住你迄个菩提心。但是迄咱家己爱去训练啦，因为咱普通所做出来、所行出来，拢是安那？咱累世来的色心啦，讲色心啦、色知啦，所以咱即嘛爱改变哦。所以咱六祖坛经尾爱改哪？转色成定。爱转咱迄个知见啊，甲咱迄个知见啊转互变成智慧。咱即马透过咧学习吼，就是圣人的迄个智慧来甲咱普照，甲咱互咱大大咧深入，甲咱过去哦。你看咱的流浪生死，就是因为咱无去了解到真正的即个正法，所以咱才会用咱的色知色见，所以咱来流浪生死。这段咱也有好侪人讲啦，咱就跟咱分享一寡迄就好啊，因为讲话因为读书嘛好钱很慈悲啦，这足深的可以讲啊，大乘法语啦，啊，因为这就讲要安怎如何伫咱迄就讲即个相中离诸法相，就是讲无伫即个法相的当中，咱要安怎甲咱的心无执着，甚至呢要显露咱迄个佛性。咱大家拢有信哦，是安怎？咱若无有信，咱这身躯卖紧重。但是咱有当时算人讲日用而不知义用，咱毋知影，咱拢毋知影啊，所以咱就依咱家己的习惯性。所以咱有即句话来讲，你爱小心你的思想哦，因为思想无偌久就变成你的行为哦。无你爱小心你的行为哦，你的行为无偌久就变成你的习惯哦。你习惯无偌久就变成你啥？你的偏见哦。你的偏见无偌久就变成啥？你的灵魂。所以咱会怨天尤人，爱怨命运哪会遮歹，因命运哪会遮好？其实拢为着做啦，为拄仔讲啦，圣人来讲，念咱无去自觉，咱拢起着无好的心，咱都毋知。一念的无明，咱去做业做罪，所以咱才会伫遮咧流浪生死。咱即马有听着啦，咱即马知影，开始咧学习啊，就是时时咱知影，我起的这个心会无好，赶紧，因咱无像圣人讲你着啥，如不动，咱无法度，咱还阁有法度起心动念，但是咱伫咧起的时阵已经出来啊，我即个无好心较紧，啥来前度咱就简讲，你无好心来，就赶紧用好心去甲度我。就是讲恁相互下去，我讲较这个咱不真的是非啦，咱讲，因为这大乘法语较在学习教啦，因为我咧甲因分享讲六祖坛经是大乘法门，真正是会当互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法门。较伫迄个正讲我还是六祖坛经，但是拢讲什么呢？讲下乘法的。讲下乘法啦，上乘法甲讲下乘法，因安尼讲，你讲上乘法，我嘛无使影讲啦，无答应因遐嘛听着讲到里面迄个心性的物件，所以讲一寡咱如何去修办，如何去做来工作安尼啦所以无法度讲到呢，咱六字伊内底的人讲骨髓啦，等下咱请咱母
是得讲到遮就好，还是到遮就好。啊，伫即个学习的过程，咱来如果若讲毋对吼，有钱人家互他纠正吼，啊麻烦先互慈悲下子。好，祝刚各位贤贤呢，欢喜充满，身体健康，感谢慈悲。大众平起。感谢点传师慈悲前导一鞠躬，坤道一鞠躬。恭请副前人慈悲前导一鞠躬，坤道一鞠躬，请坐下。副前人指安。已经按我落来啦，按我，所以就讲天变地变，鸟鼠也嘛食鸦片，所以一切拢是咧变化中嘛吼。所以咱甲看这个时势的转化，咱过年伫迄个时阵，迄个火过完了后，咱嘛袂想讲今年连续的世界这大的变化，伫这个变化当中，目前中了解是200几万人确诊武汉肺炎，200几万人，但是我听发表以后，对这个心脏要会当完全起步，当完全是过去伊无力量的安尼有可能。但是咱嘛知讲有20几万已经死去，这个武汉肺炎20几万这个但是未来要怎变化，咱也无法通定，咱也无知影啦。但是咱足侪世界人，大家拢感觉讲，伊只是一种人为不幸。即两要甲一般顶甲讲一个较歹听，讲着人济啦。安尼讲听我意思，叫着人济啦，好诶叫着人济，是着人济，毋是叫着人济啦。因为咱人，若讲人若要照天理啦，天人照价值。其实即有两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因为即个业，就是人为所做来，人为所做来啦。像一句讲，人克熬，毋甲天做对头。咱进行这个世界上界高明的国家啊，发明大炮、原子弹、核子弹，甚至飞到太空啦吼。咱讲对上，毋是咱人为会当去建设，但是即卖当中，拄仔真侪病毒，互你用大炮分袂着啦吼，互你用机枪拍袂着。你即向走着，若向走咱这咱嘛看无呢，有恐怖无？但是即个甲会学别去找人，会学别去找人。是安尼讲，人讲安怎？无冤无家啦袂当产生迄个夫妻啦，无冤无仇袂当结成夫妻啦。你虾米有原因，就是伊来找，足简单的道理。咱较早一辈安怎讲？咱台湾足好交流的。咱台湾是用早破地，武汉这个肺炎，伫咱台湾来讲是减轻足济人的损害。这个话，若要甲讲起来，这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咱讲世界医学，敢咱台湾上厉害？世界医学跟台湾上厉害啦。那你异世界，你若有 H5，若有 H8，若有 H2，若有 H8是药局啦，药啦，若有 H5是医生啦，咱听口啦。这两项咱伫世界拢袂当比较，敢是安尼？但是过去，就
中共一直早到即马来咱，但是即马世界已经看到台湾即个土地，伊在即个土地内底当中，虽然讲袂当参加哩617O、617A 内底，但是不接界，武汉肺炎，这要想成功的就是哪？就是台湾。这想成功啊，台湾比较厉害，人讲时势造英雄嘛，时势造英雄，这有两个部分，这袂使讲大咧。第一个部分，咱政府有提早做一个防疫，这是一个事实。好，但是讲你提早做一个防疫，就有法度真正把这个病毒砸到无入来嘛？你这讲思考情况啊？因为我即摆做一简单的比喻，两个家庭啊，一个家庭是拢专门做歹代志，咧做害人放火，拢专做歹代志；另外一个家庭是专门咧做好代志，拢做善事做事。这两个家庭，我请问你一个问题：迄个家庭拢咧做歹代，迄个家庭，因咱是咧困，会平安的。会安宁的，有经济听着到咧贵，伊就咧卖厝价就什么病，一定因关手人咧出来，还是警察咧掠，敢是安尼？但另外一个家庭内底当中，到安怎规，伊会清闲的，伊会清叫做安逸的存在。啊，因为你做什么因，啊结什么果，咁听，我来讲一个事实，咱台湾人叫做红来先倒，敢是？红来先倒嘛，咱即个地人讲叫做宝岛嘛，敢是安尼？人讲叫做宝岛啊，是先伫咧大，先伫咧大个所在叫做先岛，宝岛就是足有贵个人咧大个所在，叫做宝，啊叫做宝岛。啊，即个宝岛，那一般顶来甲讲起来，过去我咧坐飞机个时阵，那伫机顶要拄着一条熟悉个白色手。即摆你飞机坐去了后，伊咧空小姐，若开要食，那当中惊迄个素食的，拢芳20外啦。哦。你若问我，食素你顶个就单，我着中碟咧，我着安东咧，我着基础咧，我着兴业咧，拢是咧一贯到伫世界有100个国家，40-50年来当中，老前人当时发伫世界开发当中上少140年。咱一贯到大个中华人讲啦吼，你小村一个人讲啦吼，还是高个，你一个人讲，伫世界咧形成人讲，今日一贯到，伫世界一当然吼，开偌济钱，拢开较济钱呢，无甲政府申请着钱，拢欢喜做甘愿收去世界，咧报道去世界咧做善事，好，伫世界一贯到。受世界人来认同啊肯定，啊那咧当中即个家庭，咱个家庭，即个国家产业家庭，即个家庭，大家在咧形成，大家做代志，讲道德选伊，敢有杀心，人害面，敢有爱食素食，敢是安尼？好，那安尼我问，咱讲人咧做啊，天咧抢，既然既然了解即个，咱既然了解即个地分就是因果啦。就是一种业力的反作用力，这叫做业力的反扑啊，反作用力。因为咱讲，咱讲，伫即个地球当中，一下子啊，一下子哦，伫空中咧飞啊吼，死伫咱人一只手，抬起一只手死完咧，空中咧飞啦，伫地上咧走诶啦，一日我讲一日死偌济是咱人诶手。一下子啊，伫海中诶水边咧游，4偌几年人清楚。我问你，咱讲哦，可怕哩对，可怕是咱人类才是可怕，毋是动物可怕哦。迄只虎甲你食伊饱你都惊了袂惊你10万，伊袂得去甲加咧写后背，伊就倒里了。咱人呢，你去美国，总统安怎讲？伊讲伊正常惊着惊要猪肉食，无牛肉食。伊讲因有预备的什么国家预备什么什么厨房，
迄就是讲今年咧当中，几百度、几千度的牛肉、几千度的猪肉，太热，要等候咱人类若我拄着无人食，迄就是要爆出来食。我请问，遮济众生、遮济动物，空中要飞，地上要走，海上要游的，拢死于人手头的，这个无对比，这个无因果。那以因果来讲呢，这个无因果。当然，因果显得不但这个方面显得，因为台湾这数字的街道，年轻的街，当然台湾伊这病毒，伊哪要找人呢？伊哪要找？我哪要找因果呢？毋是学袂出来呢？我今日你甲害我，你甲抢我较毋通因，我较毋通因果。你害我，我是安怎？你害我，我安怎报复？啊！你请我安尼来讲，我也毋通这是道理嘛。这有一种的磁场叫做反作用力，你听？反作，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歹，我就对你歹。这叫做反作用力。这个一种因果的因果的定律。但是我要讲的是，台湾这个土地，这届袂当写平安，嘛从咱肯定咱政府用心，绝对。这个物件，这叫做外表面体，但是毋是你政府多位，你有感觉？迄个个这两日，迄只海军船入来当中，伊政府惊到要死啊！迄若日本、爱日、韩国，迄船长惊死啊！日本是惊，韩国是惊一个迄个新天地号，迄个船偌济个，船几啊千人。今日咧，而且新天地搞迄个高主是出来人，为了人参会呢，无惊是摕过来摕50几亿出来人赔偿的。迄个新天地搞的高主。但是咱台湾今年一只船出来，离台湾专门跑走，台湾专省人惊啊！台湾这个国家人惊要死啊！但是我请问你。有确诊出来无？有区域确诊出来无？拢无。后也奇怪，你叫一个新天地搞一个人命传过来千人，咱台湾24个出来，全部满的，害得人惊到要害。离一个迄个青年，过14个人拢结规。城市中惊到要害，讲这同个导致区域大爆发，惊到要害。但是传出来无，伊我他传袂出来，谁都传袂出来。各位，那个啊，着神啊，着人啊。或者意思是讲，人就是你尽你的能力去甲防止着这叫做尽因素。人呢，神呢就是听天命，安尼有意思无？上天的安排。所以，给修行学道，离这个皇帝仙道会当食菜，会当修行学道，这毋是无保障。近来拄着病毒，拢要走到台湾，美国走了一架飞机的不来呢，所有300几个拢境外传染的，若有一个传染就走唔开，拢来境外，这个开的钱拢开在境外入来，西班牙入来。毋着日本入来，毋着美国入来，拢全体入来。你咱台湾确诊出来，应该因迄状况，咱台湾一定是确诊，零星的确诊，但是假至目前就已经18天过，台湾的区域性无确诊。18天哪要讲起？伊的安全期间是14天尔，18天，拢总无确诊。咁然后呢？所以呢，今日。虽然今年伫这个处理经过了100空1天，100空2天，大家对而且这个病毒大家诚惶。所有的世界的所有的企业所有的物件规个拢总停止。所以台湾我看是不讲台，但是咱就看到伫世界来。好，咱台湾刚刚过。
伫世界的环保的讲原理啊，这个地球呢，咱白市个升级年度，这个地球到啥？现在空中飞的飞机，一天几万台，伊咧飞，几万台，一天几万台哦。游轮，这个路，咱这个的汽车，甚至兼工厂，你讲叫多回讲，你个工厂飞起哦，你个飞机放飞哦，你个车放飞哦，够可能。讲单咧讲嘅，但我唔偷放到。我当年要生存，什么人你才生？后尾老讲死人，做咧死啊！什么人会选对啊？做一个国家开世界高峰会议，做一个跑，拢总做。毋过，这个国家，这个约定是咱大家生命的共同体。像我大事件愈做愈大，迄个毒瘾愈做愈济。甚至咧，因钱趁咧欢喜，共同一直咧做，咱一直咧吸收啦，吸收咧毒，所以咧，是咧生癌遮济，是咧疾病遮济，拢是这个无好的空气，这个毒空气互恁吸来，咱听到无？啊，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咱叫做共同体，好，所以这个地球渐渐行入了哪死亡的阶段。毋过呢，这届的当中，这个病体的这个疫情，你甲飞机放飞，你免甲放飞，伊就无飞啊。好，甲车放飞，伊就来做无飞啊。你工条拢，你拢无去往地区，甚至呢？迄个船啊，什么公主好啦，什么船啊，搭车，伊就爱使靠到迄个码头。工厂要人去上班，逐天就关起，含饭店倒了。这你我看就是世界的环保，就是评论讲咧，世界伊的减碳量降在哪度？世界降在哪度啊？降过哦，无过去拢升去哦，即摆降了哦。换一个解说的，这个地球已经达到迄个极限，迄个极限的，因为咱一定落，咱就地球站袂了。所以世界的迄个环保的迄个人们讲呢，就是讲给地球一个喘气的机会，互这个地球有喘气的机会啦。安尼是好诶歹？咱讲歹是免到以后甲海水管这你减碳。啊，阮就去甲你吸收一款个毒，啊，一个不个到地当中，话恁规个咱讲事业做愈大人，啊，了愈济，差愈济，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是因这有气度的人无好，但是咱外界袂个人好。讲遐平常啦，吼，咱甲人讲无啥，但是实际是安尼无，实际是安尼。所以你要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你要用这个地球来看这个环境，你要用修道来看这个。真正是安尼，若修道啦，吼，若有因果啦，作仙若有报啦，啊作恶若有报啦，无人去作仙甲作恶啦，大家来唱歌来结动吧。哦，他就这个很方便啦。所以你修学道内底当中，咱来识透因果，咱嘛来识透这个机运啦，吼，识透这个机运。啊，所以今日，你虽然讲大家已经放防疫假啦，防疫假你听啦，吼。防疫假已经过年，咱起码已经要3、4个月啊，3、4个月，哦，啊，咱大家诚惶，啊嘛真正做不做啦，我做，其实咱台湾人无啥反应，咱台湾生活上来讲嘅，嘛无该不准啦，吼，大家爱出去喘点气啊，但是咱人顺时钟不要逆时钟啦，应该是拢还 OK 的，吼，你像咱今日来。就量一个体温，啊，就洗一个哦，消水，哦，啊，就戴口罩，哦，啊，就因为应该是来要讲起来，室内1.5公尺，后边是3，较无标准，啊，咱就看1.5公尺就有啊，哦，啊，若无1.5公尺戴口罩，哦，啊，就无要紧，所以咱拢有照政府的规定来行，所以咱就安全，所以从我感谢你吼，啊嘛有着咱的生命，啊嘛有着咱成就的人，吼，咱今日。今年决定做着咱大学，秘书长陈明理走个前面讲着这个办的代志，因为其实咱自过年开始一个伊的性质一个下定咧，咱8年拢总填，
无论是咱的时阵啊，这个有性人，或者是咧各地方面，因为咱嘛知道这个疫情非常的危险，所以咱照政府的规定，但是已经到5月啊，咱嘛感觉应该拿以小班，咱政府当时甲咱规定是100人内底，爱当室内是1.5，室外是1米，爱当无到1点，爱戴口罩。咱按照政府的规定，按咱来开一啦咱顶边的人嘛是爱甲咱开条路，因为咱暗暝日大家教嘛无人敢开啦，所以咱即出校长呢甲建议研究就是讲地方的小班，像咱这小班会当来大家地点来开班。再来就是咱开始去进入咱的迄个网络的迄个讲课，网络啦，咱的人才要落去网络，咱家己设一个网站，咱带出来，咱用电脑，咱带出来，咱看下咱有性的网络教育，咱5月初3会爱上做录影的这个工作所以这是咱讲的报告。不过呢，咱今是4月30应该是5月初开始啦，应该无剩31天啦我们提早跑1天我拜四，你若今日无来讲课，就按照14天过当然，今日我蔡经理嘛我过日子啦，大家尽量照顾啦我相信讲也是蛮会来了啦以及你嘛知讲飞机无飞，小三通嘛无行啦嘛可以，嘛是要关14天啦，到了关14天，去倒来关1个月啦其实这个时阵，咱嘛差点讲袂使过，因为真正无代志啥好，有代志，什么人我拢去承担。今日呢咱蔡经理做比例，当然，咱要请伊来讲，因为总是袂当讲我讲嘛因为伊做咱好成一个检验师嘛嘛是爱伊其实伊生活当中嘛进步诚济啦你若讲就拢我来讲煞有无讲的机会所以伊嘛是爱学习，嘛爱精进，后天也爱带一单人行啦所以尽量家己爱去精进。当然咱三不五时有机会咱结业，这是真好啦三年咱甲咱引进这个怎样讲？做到恁讲了，再来讲并无经啦咱这个承诺咱会继续所以今日当中呢，就是食希望先生，咱会使8点半去高雄食希望先生，因为本来都邀请来讲这个轮椅，但是呢，因为去当中小中风啦中风了，因为叫电离了，你才即马无法度来讲所以呢，我就是安定问题。咱去的时阵今日咱来太太做这个书要画小中风伊要告诉我讲伊爱上一本轮椅，我来讲，我就完全要讲了但是当中就拄着安尼但是当中我嘛希望讲我的了解好，爱上这个轮椅这无讲了我来讲这话就是讲，当然咱今日来咱就先做这个，咱来做做这个了，咱来讲安尼啦就大家这个机会出结缘，不可因为经典的内底当中，不是经典，经典的物件就是求真啊强这就是要提升咱的心性要提升，不是咧讲老价，不是咧讲笑话今日这不是咧讲一寡或者解说就讲，这个道理咧讲是针对心性的物件来讲这段话是讲什么物件来讲会出来？到底是何为是讲什么物件？伊这个指理对一个所在因为经典虽然经典是一种的性命的地位，那性命地位，那真正来到坐这个所在，无真正用心要听无。所以经典的物件，这是
一种较严肃的问题。哦，你若要听一寡宣传的，对对，只听讲一寡一般顶的道理，咱一般顶来听拢有。经典你若要照对伊的内涵边物件，你若一个事务所，相信就听。所以咱同学感觉讲，咱何时要听经典的议论，是比爱上较好。哦，这是我的感受啦，吼。所以这嘛是咱修这本书，咱新年参了的书，考这本书过去，甲咱拍下基础。这是一个上重要啦，吼。因为咱从这时间呢，咱同学还能来讲一段，吼。咱同学讲一段，咱对咱同学聊一段啦，吼。先地性，先地性，发心本苦，发心本苦，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份。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份。将报身思量，即是化身，化身份。将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份。自我自修自成功德，自我自修自成功德，是真归依。是真归依。花嘛是色心，花嘛是色心，色心是下体，色心是体色。不言归依呀，不言归依呀。但我自性三心，但我自性三心，即色自性分。即色自性分。我有一无上相，我有一无上相，欲灵上持。欲灵上持，言下令你职业未做一时消灭，言下令你职业未做一时消灭。因为这段话，就是咧讲情，伫迄清净的身份，圆满好身份，千百万化身份，这就是咧讲结论。这个就是咧讲啊，这个讲叫千百万化身份，这个就是讲圆满好身份。这个就是咧讲清净的，这个清净的这个身份，所以因为咱这部经典讲到这第六品，第六品讲到这个时阵，这段就是一个结语，安尼听啦吼，结语着头前，清净法身份、圆满好身份、强大好身份，伊就是做结语。这个结语应该是咧无离开头前。我拄则讲的，清净法身份、圆满好身份、千百万化身份，基本这物件三身份，拢总伫你家己自性中。因为对这物件来讲，善知识，咱做最大体啦。发心本苦，发心，什么叫做发心？发心，换一个解说，就是叫你清净，清净。发心，这个清净发心，清净发身份，就是咱一般叫讲啊，讲叫做本性，本性，咱来讲是啥物？这个叫做清净的发身，本苦，苦就是叫做苦足，足，苦，这个苦就是圆满，足就是无欠亏的物件，安尼听啦吼，叫做圆满苦足，后面叫做苦。咱今日什么叫圆满苦足无欠，就是咱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叫做圆满苦足无欠的物件。所以咱伫心中咱有一个在心不精，在法不减，不精不减，不得甲不失的物件，无较急，嘛无较减，无较少，嘛无较少。所以在心里无较多，在法无较减。安尼听啦吼，安尼叫做苦足。迄个足叫做苦足，这句话你会听会到，就是你家己的自心自性，稳住苦足，你甲性命、甲凡夫拢总无欠，安尼，因是咱性命也比咱较聪明，伊无力量，是安怎凡夫用道众生会比咱较微痴，就是伊比咱较力量较大，安尼尔啦，毋是。伊有苦足，这个苦足的艺术的产生，这个月亮，这个地，这个太阳，伊嘛离遐嘛无较高，嘛离遐嘛无较减，嘛离遐无较低，嘛离遐嘛无较少，拢无，是因为迄个太阳照来了后，加
经过你分段的物件，这个地球变化了后，怎变成啊？较跟较冰的硬嘛，对不对？啊，这硬啊，这硬啊，它讲而且伊不进步，不是，你地球社会啊，起码都把它照太阳都去照着咱的头前，照着后壁，所以咱无照着，咱变成暗时啊。咱这个地球，咱还是转过到这个太阳照着咱的天空啊。这个地球有咧转化，有咧变化，这个太阳有咧变化无？无啦，伊遐。这个主星参照这个太阳普照的所在，迄叫做普照，叫做普照。但是因为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这个地球内底当中，伊就开始有变化。但是后壁个念念，哦，以前嘛开始啊，安尼一句听话啦吼。这个来念念主星主见，即时报时分。念念，这个念念，这段叫做圆满。圆满无法无缺啊，叫做报时分。你会听好哦，这有一个分离条哦，有一个分离条，这拢无骗的哦哈。这个圆满念念自性自见。念念自性自见，这是过心。念念，迄个是清净念，完全无有受到物件甲你影响着，无有受到一切外来因缘甲你阻碍着。咱是过来讲，百花丛中过，啊，偏偏不沾身。哎，听无？虽然伊是你今日当中有一切物件变化，你你的心无变化，这叫念念自见。咱想要讲的。三种人，一种人眼见心乱，耳听心烦，安听无？第二种人叫眼不见心不乱，耳不听心不烦，安听无？啊，第三种人呢，上悬迄种人呢，叫做眼见心不乱，耳听心不烦。这叫做目睭看到心袂乱，耳孔听到心袂烦，安听无？这叫做念，这个叫做念念自见，安尼听啦吼。伊看到一切诸法上了后。因为伊无一切诸法上的物件去甲养了，我想咧讲，这五杯水，一杯是红的，一杯是乌的，一杯是蓝的，一杯是青。咱念念自见，咱才分别啦，对不对？分别什么物啊？你这杯咖啡是乌色的，你这茶是红色的，这叫做念念分别啦。但是咱圣人念念自见。后尾我念念自性自见，迄个自性自见就是用迄个自性，迄个正定正觉，迄个看法着伊迄个水的本源。因为这红的、青、绿，这种叫做念，这种叫做染，这叫做念。安尼讲听？但是咱会当看法水的本源，叫做念念自见，迄叫做报性，迄个报性叫做圆满。是不是圆满？迄个自性圆满，对迄个自性出来，佮对迄个入味了后，拢无理解就安尼圆满，叫做圆满。所以这段话你也看了，就是因为叫做将报性个输入出来的化身，那听好无？这叫做化身分，化身分，千百万个化身，有这个分理者，安听无？这个心必管的，这个清净的法身分，圆满的法身分，千百万个化身分，这个一念意思就讲无差别，对变换落来，对下底去，一切对这个。伊就是咧讲清净无念这个物件，到了这个变化万千的物件，这个伊对这个叫一切，安听无？而这个一切内底当中，做几两句？我希望讲者，你听好话啦吼。这个伊叫黄金啦，这个黄金鸵鸟。
金，5两金。但是由这个5两金这个演化出来化身，好比像啊后手镯、后手表啊、后什么物件，就逐个即块黄金已经化叫做一切化身啊，化有变化起来，对不对？但是我请问，即个5两黄金，甲伊即个化出来黄金有两样无？拢总亲属对不对？敢是拢亲属？伊拢总亲属了，伊无十一楼，但是伊是变化出来了后，伊质啊吼，质量值都是一样。你看，一质一切，但是对于这一切的迄个手指、手链、手表，即块5两黄金，再甲回归到倒面，再甲融合，烧成到一块5两黄金起来，安尼听我意思。咱的自信，就是对着这个清净的物件，但是经过了圆满，因为这无一点，但是经过变化出来，安怎听？因为这个圆满，离数量，这个叫做数量，这个叫数相，这个叫数量。啊，这个数量就是一种思辨的意思，但是因为数量出来就是变化，打造来就是变化。但是伊甲你讲哦，你这个清净出来了后，这个圆满就是无变化了。因为你有17入了，因为你有无圆满就17入啊。5两黄金亲属的，你有17入有圆满无？无圆满，无圆满就是。参照你数量出来，你若圆满，你所做出来拢是无输，拢是圣明书。但是你圆满出来了后，你思维叫变化，思维叫变化去。我伫咧，做爱贪，做爱亲，爱痴。离目标，因为这种拢是清净，即门离到这第一步了后，但你本来是一个清净无了的物件，到了圆满这物件你无圆满，伊就计较，又比较，因为你这个物件已经离开的内底圆满，换一个解释叫做变开，离圆满当中你已经变色啦，色就是你足巧，这修就是要巧，好，然后再。大家跟你讲是惊死人，做着是笑死人，你听无？讲着是为输，做着是为输。讲的，这叫做名义，叫做名义啊。名义换一个解释叫做言语长，言语小，言语小，你言语工作好，但是你言语工作好无对，但是你做出来了后，含言语无好势，安尼叫啥？你化身出来物件，就变化。本来你是佛，你讲出来嘛是佛，原本这种现象是啊，但你佛做出来物件变众生，安尼敢听我意思？所以咱今日你就是要学了诚心，这物件拢总是相同的。虽然是因为圆满是智慧，化身是因为你做出来的行为。但是拢爱甲你形象。虽然你这黄金原理是无理，但是伊这变化出来了后，你袂失去黄金的本性。但是咱本来就是分，但是我请咱的本质变了无？咱的本质已经变，现在变哩，若无变，咱就倒落来。无变，你就倒落来嘛。所以咱来讲哦，要将报信数量这是变化。我想你会听无？报信就为这个报信了，因为伊数量变化出来物件，伊圆满报变化出来，伊这个化成分。哦，伊若对这个无圆满变化出来，这个物件就造成作济，就造成作济起来，就变成众生，作济你受到做众生的行为，有无？是嘛？是啥物件？因为问题出现在这个，问题出现在这个当中，伊这数量变化，所以咱讲对
发心问苦，念念自性，这是报心力，报心的数量变化出来，叫做前半发心。这一环三者是可以啊。哦，所以伊这人在说，后边你讲自我自修自性功德，这才是功德。功德对，功德是发心中，功德唔是用外口摕来的物件，功德是你内心顿起的物件。咱人做方面理论是在练，当时胃气数咧问人做，你胃气数咧问的时阵啊，做咱然后，你问讲当时的时阵啊，武帝做事导致报警结武帝做事导致报事实在认为什么物件？伊讲功德不可把握，功德在发心中。武帝做事导致报事实在显示一个福报，不可以福报停功德，功德在发心中。因为当时让武帝三日时啊无日查，甚至设了材料只要强制，道法有言的众生来听经，但是当时魏志书用这来甲问六祖讲无其性命之言，无其性命之言，毋通依个性命讲的话，武帝做事导致报事实在认为求福，不可以把福德啊定功德，功德才发心中。所以这段话，自我自修自性的功德，其实这物件拢明白。对外口刻流的物件，这拢总毋是功德。那咱第三点内底迄句见性是讲平等是见，内心谦下是讲外形有咧是见，敢是安尼？迄拢是内心世界。所以讲自我自修自性功德，迄是内心世界的物件，这毋是外口物件。咱今日要摕外口来补，迄拢毋是。但是伊即马这段话就是讲法，你归依。你归依自性功德，你毋通咧归依即个外道的物件。我今日来归一个什么活动的，只能是搞一个名词啦不过因为咱是尊重这个事，真正咱袂使受到一啲袂使迷失咱六祖边来我就清楚啦自我自修自性功德，这个自性就伫咧讲，这个自性就是对清净发生的讲。这个自我对对方法发生的讲，这个自修对对千百万发生的讲，这三种地方对你内心世界的提升，你内心你三种来达到清净法身份、万法法身份、千百万法身份、三分，安尼叫做功德，叫做自性用的功德，安听有啦安尼才是真正归依，但是伊咱来讲，安那是真正归依啦，真正归依是安尼啦，毋是讲我来归依耶稣啦，归什么佛，归什么佛，你归依遐，当然咱是尊重，咱是拜佛，咱是敬佛，咱是下佛，咱毋是你今仔日，毋是讲我今仔日若家己无修来拜伊。咱尊重我们是啥？咱是对圣人因一路来，道法有言的众生，因来当做个王冠枪，把因过去所修的行过路线，留伫经典，互咱按照经典，按照伊路去，咱是尊敬伊。你毋是咧拜，你听拜一定是佛，咱是尊敬。后壁来讲，规划是百姓。百姓是啥呢？百姓换一个是叫做色身啊，色身咱听无？色就是用这个色体，这个色体就是一个工具，这个就是一个工具。这个都来卖的，会啊正常卖的，会啊这个都来卖的，电脑也都会卖，这叫做感知这一派。所以那这个色相下体的物件。
这拢总会歹物件。咱这个马体会歹袂？咱这马体会歹。咱这个马体一定会歹，一定会歹，所以时间到会歹。但是当中不可言归，咱这是功夫尔了为啊。哦，时间暂时你少用，当你袂用就爱放下你个规啊，你规个到地，规个讨论落，是毋是安尼？所以呢，伊甲你讲不可言归，但我自性三心，即色自性分，听好无？但我自性三心，听好无？清净法心、圆满法心、甲千百万法心，这叫做自性三心。自性的三心意思来讲分做三段，但是后壁出的咱来讲出讲一念，一念，咱的思想无离开咱的清净。你若无迄个自性，伫你内底，你有思想；你若无思想，你若有思想，你无肉体，你袂当产生作用。咱即马做一个简单一个四样物啊。伊即已经的自性已经出来，伊有思想，会当去做代志个，袂当去负面。迄个肉体，让伊迄个灵体，让可以找到一个，找一个啊，找一个色心，找一个色心啊。你想当时，咱知影，较早金门有一个什么人啊？迄个什么啊？什么话？朱秀华，因为当时海钓开始，但是伊的名，过来转世，过来转移迄个个袂了呀，迄边无应该大人知影吼，迄个毋知用死啊过啦，死啊嘛吼，用嘛死啊，所以迄个当时迄阵，迄个朱秀华迄边讲，就是因为伊即个肉体开始以后，伊即个灵体过来转世的朱秀对因迄个。太太要死啊！爱过来传递，但是因太太挂，但是因有参讲无熟悉，到尾咱才讲自首啊，过来投胎到伊个肉体，这经文是安尼所以呢，因为咱爱是爱迄个自性迄个物件所以不可言归，但我自性三性分，因为咱咧修行道，所以来讲修道一定爱抓着方向，修道。嘛是一定爱知影你咧做啥物代志。咱今日修道，毋是咧讲命对白，毋是咧斗老演的。咱而且讲啦，迄老演迄是一种个拢是种个外口的形象，对内心世界的修道来讲嘅，迄真正比较简单嘅。我咧其实，你家己的心要安怎家己万年放下，你家己不轻不轻怨你有法度变来无？迄但是你真正修行功夫呢，毋是讲今日去，我今日去清醒，是你家己咧讲的呢。所以拄着咱就知影，咱内心世界到底真正定会调还定袂调，这是拢讲咧这功夫。所以但我自性三性分，即色自性分。你若要了解你内在清净法性分，原来是走出了圆满法性分。对圆满法性原来就走出着什么物件？千百万法性分。那安尼三者一串，你所认为所流露出来，你拢不行，你拢不会，你拢不能认为，不能认为，拢总分。三性分，你这个情况下，往往不是千百万法性分嘛，有一种分嘛。那安尼当中，你识透着你家己原来的习惯，所以咱来做人讲。我有一句，我有一无常相，无常就是看一切诸相，看一切相叫无常。迄个无常毋是你讲的道理，你毋知影摕一个物件，你来讲一个物件，定是安怎讲，会复杂。所以迄个无常就是看相，相，咱啥讲？即个相。我帮困难，我帮我拢无对不对？那对不对？这个无常对不对？但是无常要讲哪里讲说？无常对一个空啊，有一个空，空嘛，有一个空
通去讲上变了，但是我哋即个讲哦，这就是上，但是上了后，这个上若无破上，这个上若无破，甲破掉伊，因为这个实相，这个实相就走不出来，所以我上，我这个文字上，但是文字破掉伊。第二个破成困难，咱这条嘞，所以破这个相，这个相无破，这个实相走不出来。安尼伊个实相就是安尼，实相破咗是安尼，安尼叫做实相。所以拿金刚经来讲，伊迄个金刚经里第17来讲，离一切诸相，离一切诸相证明诸佛。离一切诸相证明诸佛，所以伊甲你讲，无有一无相，相后边你甲你讲吼，玉灵师、玉灵相持啊吼，言下逆即劫离做一时小变吼，我有一相无相的异相要甲你讲吼，玉灵相。受持吼，受持就是讲，因为上经啦吼，你佛教上叫上经，啊，一般就叫什么？叫经啦，咱即嘛叫做讲经啦，所以讲上经不如讲经，讲经不如啥？教经行啦，这个上就是把圣人遗留的这文字，你甲上好识。但是后壁出来叫做持，伊毋是叫你念名啦咱话你讲叫上，咱话你讲叫做上持啊。那今仔念，到尾当中家庭，伊有人起来坐，到尾家庭嘛人起来坐，敢是安尼？但是咱起来坐，伊家庭嘛可能起来坐，意思嘛怎样呢？毕竟落离一种伊的影响，落离一种影响，我念，人起来坐。迄个词就是讲，伊经典内底的意义，你会甲保持好调，你会甲上持好调，但是你会照经典内面的意思去行，那叫做持经，持相叫做念到有心，持叫做意念不忘，咱头几句我先讲，所以呢，言下灵念。直接袂做一时小的。如果你能当时安尼啊你会当保持着你上面上持的这经典，你咱来成经典啦言下灵念，就是咱过去所累积来，咱过去了都心结，所以袂就是讲袂卖所犯罪。咱来一时小变，所以这就是甲你讲，这个做来讲咱教咱的方法，但是教咱方法是讲啥物？上法美言受福不受道，只言受福便是道。报施供养方便，心中三福万会做啦以将受福就袂做啦，后世得福做还债啦。但用心中有罪孽各自心中真忏悔啦咱来个一遍上法美言受福不受道，美言受福不受道，只言受福便是道，只言受福便是道。报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缘来做，心中三恶缘来做，以将受福就袂做。以将受福灭欲灭罪，后世得福做还债，后世得福做还债。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心中真忏悔。这句话就是讲，美言受福不受道。什么叫做美言？迄个美言唔是无耻的啦，迄个美言就是讲袂赖啦。以前，迄个袂赖就是，迄个美言就是讲不敌不敌境来啦。
种伊设定即种人叫做卖。伊若做单顶，毋是该夫妻啊，叫做卖离散。哦，因为你无法度证明大乘法义，无法度证明大乘法了，叫做卖。啊，卖人就是哪？卖人就是修福不修德啊。伊那种伊无了解佛法真实义啊。哦，啊，烦恼伊毋捌啊，啊，清净法是伊捌啊，千宝法是伊嘛毋捌啊。哦，我本身嘛捌啊，啊，伊毋捌叫做卖人啊，但是因为伊捌就是哪？我今日去拿28块来布施，1000块来布施，我叫我这个做善事，我就感觉，我无法无量无边的功德啦，有这种的观念。啊，这种的观念，就是因为咱是讲伊无了解佛法的真实义，无了解佛的真实义，啊，因为这种的人，伊叫做受福，哇塞，解释叫做受福，所以。咱好过去，咱伫金刚经的第6来讲，佛陀甲师父伫讲，当地是业，你会用即点啊？富有二佛三世五佛已经成吉，已有千万无量佛所证诸成吉，以前讲。你讲师父哋啊，你会了解即点啊？所以即点啊，佛一个我帮即点，完全解释是讲即点。啊，咱即点人，伊在讲到咱即点人啊，因为你要持戒修好，即即点人持戒，哦，就是咧讲啊，就是咧讲修福，持福就是讲修福嘛。换一个解释，佛灭5百岁，即点人，离关好即点人，会当方便上即点，因为伊毋是无原因啦，已经有强欲过无说佛。甚至千万无量佛以上强过，但是我过去捌讲，伊嘛是讲，我咧强欲，我后日会证到，会到无穷理天，会到弥勒净土，会去到迄个时阵啊，迄个阿弥陀佛世界，伊嘛是安尼。但是迄是因为伊无了解，因为内心世界完全是用作贪嗔痴变到去净土世界，无可能嘛。所以是安怎？因为二佛三世五佛已经强无岁，或者甚至千万无量佛以后阿罗汉，修阿罗汉伊证袂到，必修阿罗汉证袂到当中，伊心中的三一定要当咧，伊心中的三一定要当咧，须陀洹一定要当咧，须陀洹内底当中无当伊袂当入流，袂当入圣人之流呢，伊爱当调什么色、声、香、味、触，这个因佛一定要当伊呢。但是伊修福命，伊这物件，伊都无内心世界，都拢无修啊。所以伊搁一世、五世、搁100世、1000世，伊修不到，伊强迫嘛是这个代志。但是咱今日来知影，咱过去，咱就是因为就是强迫过来世，咱进到这一年，人伫道中要持戒修福者，真正咧。受经书一指点这经济因内底呢，你跟发阿弥陀佛三菩提心呢，这个经济若无点落，你今日咧修福，这个经济若无点落了后，你搁几百世几千世，这个经济嘛袂发灭，袂发什么嘢发菩提灭啊。但是你今日受经书一指了后，证着这个菩提证落，咱一定爱哪爱发哪发灭，发什么灭？你要发灭，你会怎啊？你一定要修道，你发灭地法嘛，发地法智慧嘛，修法智慧嘛。啊，你嘛要继续执念，你行善不行善毋是好啦，爱发灭相信毋是好。所以咱我过去常甲你讲，要成就了菩萨，两种的原因袂当是。第一就是哪？第一就是福爱具足；第二就是哪？慧爱具足。福慧爱具足，咱能成就菩萨。迄叫做福慧双修，迄叫两尊的。但是因为每人修福不修道，但是阿罗汉是修道不修福，你听啦吼。所以因两个都不成圣的。啊，所以因为咱甲做为人讲，每人修福不修道，这个福就是咱一般顶，哦，内心世界无修，有伊心地正善良，看着人咧要，看着人需要，我会提钱来布施。我会路边人救济，会人帮忙，
有即种啊作者，但是你要叫伊来修都无啊。改变起毛病啦，探恁鼠啊，要叫伊食菜，敢有可能？伊要摕钱出来，咱较早阮咧坐詹林水，啊，迄阵就今日就这年，甲讲收起来，收起来。我过去吼，我过去是警官退休的，但是我后壁吼，拢饲的拢无人的，无人的条路，菩萨啊，鳝鱼啊，满啊，河流啊，迄就无人的，啊，伊食就食无人的。啊，伊后壁吼，一个迄个啦，伊一个迄个迄个种总咧饲只，伊讲我一个月报是3000块，啊我这继续食安尼会使个，之前讲伊个3万块，我甲伊答应就是3000块。伊意思我若用报息来代替我袂食素，真会使个。我这是因为当时应该咱嘛有听到啦吼，像讲比个3万块我唔答应。伊这是一种内心世界因果的，哈比报息的报息的金钱，这应该是跟关系嘛。这两种的世界，两种的关系，你经济报息啊，你略界世界不世界，你这个世界，因为达到阿拉达袂到，啊你要安怎讲起？所以今日真正修道，唔是用条件的，来换条件的吼，爱真正真修饰的物件，不然因为当然啦吼，时间很到吼，啊这两个讲到了吼，应该是时间已经也超过10分啦，啊无要紧吼，啊因啊吼，啊就讲到这个所在好啦吼，啊当然大家咱想安尼宣传啦吼，啊就互相。大家互相了，好，我了一个成绩嘛，好，我给他介绍一下，即摆刚才呢给他送过来了，即摆是咱的给，啊，所以呢，大家互勉啦吼，各个所在跟各位姐的电话都保，最后叫我们各位身体健康啊，谢谢各位。大众请起立。感谢付钱人慈悲前导玉鞠躬，坤道玉鞠躬，地当向无极老母前30公里前导玉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付钱人慈悲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坤道玉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付钱人慈悲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持架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到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一鞠躬，送架付前人一鞠躬，送架点传师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一鞠躬，送架付前人一鞠躬，送架点传师一鞠躬。哦。